气候变迁对地球的环境是造成重大危害，尤其是伫咧热带地区，受到极端高温、酷旱，也有大水的侵袭。伫咧泰国南部离首都10公里的一个渔村，因为海水的高度一直咧压悬，地势庄仔头渐渐河水淹起，是愈来愈侪人搬走，而且即马当地学校嘛面临收无学生的问题。 囡仔拢坐落来啊，准备要上课。验过算算的，教室内面只有那4个学生，因为愈来愈多村民搬走，无久了，泰国这间小学就收袂到学生。มีเพื่อนๆก็หลายคนอยู่ครับ ก็มีประมาณพวก 20-21 คนนะครับ ตอนนั้นหนูเรียนเด็กอนุบาลนะครับ 这间小学是伫咧一个渔村内面，离首都曼谷才无到10公里。因过因为气候变迁，慢慢和海水淹起，而真侪村民搬走，闪避气候灾难了。这么渔村内这个村差不多200人，全泰国差不多1100万人住伫咧沿海地区，大所在拢河水淹起。ไม่มีแล้วครับไม่มีแล้วเนื่องจากชุมชนเราหมดพื้นที่ที่จะถอยร่นแล้ว 村长真无奈，讲这1家子的时间，村内土地就和海水侵蚀甲村无偌济。联合国气候专家讲，30几年来，全世界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上悬到25公分，速度也搁伫咧加紧。热带地区影响上严重。泰国各地最近这几年受到气候问题困扰，今年就已经出现过几落变40度以上的极端高温，若毋是酷旱，就是做大水，每年交替侵袭。 像这种情形已经出现伫咧真侪国家，面临减轻气候变迁的影响，是咱全人类共同的问题。公司新闻，牛眼编译。